啊无赢钱，也无开背包，啊无打棒，就是讲免迄个穿一般顶啊衫，但是免比较贵啊赢钱，只是啊无个安尼，啊毋是无个有收费，如年收费就是讲对8点到10点，10点到12点，12到2点，2到4点，4到6，一个有5个，哦，安尼啊，哦，啊，变做咱大天真诶，啊，因为若伊村口行来到行府吼，来开始40块，开始难，啊，第二点讲你会使平时也拢去遐困，啊，你家己，哦，一般家己，我叫伊就是啦，一般家己安尼对啦，啊，其他拢无当啊，所以吼，迄亲戚逐业拢像，拢像来教书啦，你个像来教书啦，来学，哦，啊，迄亲戚好难读书吼，顶凡无嘛，我变亲戚顶，啊，迄个切啦，两日亲戚较来，行会后壁来嘛，啊，两日亲戚较，你个想讲我，迄真正咱细个都来讲，咱种生个已经做出来，迄茶店已经变做茶店对啦，哎呀，啊，带伊困个无代志呢，哦，甲自己做啲嘢我去学下嘅，啊，就我咧学本来伫学下拢全学会，迄个我4代下乡，在4代庆祝的一种情况，这边有一点不一样。啊，4代下乡有来下后到有来下村口门口，准备下。啊，4代下乡好好记账，一个下乡4个公差，一个司机好好记账。我一个连线，一个名所在我新签约，有新签约，有新签约，多甲教他。啊，迄个时候学校一个细吼，伫风尾一个细甲地方头，多看着迄个电鱼啊，迄个电鱼咧看过，啊电鱼咧看过，下底是鱼看，啊顶头是手指，啊安尼啊，啊因为咱较早做事人，啊一个地势较低啊个，讲迄电线电啊，所以较早观念讲电啊，所以迄个电鱼啊，较好干净处理，要嘛无家己嘛袂晓，但是我想足不一样的代志，啊因为较早咱是世界第一个车，迄10点较起着哦，是相信差的，迄个起迄个音较起较多点管才一样，啊点管都车刀，啊车刀啊内底都有手指，哦，我看一下吼，哦啊足我们走入去来办理讲迄咱的车电电发挥，迄个办理车电车有造出来吼，到迄门口摕一包刷包，像迄镜头安尼，哦，安尼来讲，对迄个电鱼啊吼，啊对电刷油，吼，油就放回去，啊行啊一个名真舒适哦，因为即摆阮两个咧走吼，但是迄20外个台湾咧走。不出其所以然，莫名其妙啊！哦，对方的照，对大你越丢，我都给他照出来，啊，照出来了，什么树，啊，还有把那个手机给弄破，
所以吼，其实咱保健老师啊，甲迄个讲师讲，其实吼，三本啊，都来用点点嘛，你意思是？哪都用点点嘛，真正咧个得到公平化，所以是讲吼，迄阵啊，若无讲真正好话听啦吼，真正啊安尼吼，毋是伊个死了，我嘛厝有死啊，哦对无？无合，真正无合实体无当伊做这个啦。哦，因为如果阮保健的生活来对啦，哦，啊所以这真正咱保持迄个，真正咱是让迄个天性、迄个身心共融化嘅。相信讲咱保健拢有经历过，但是咱家己去感受，这种东西你从我嘛袂感受一摆代志啊。迄是到尾啊，了后咱把环境感受哇，真正有影，若无全部。真正上天去互咱公平化家己的生命，这是我的这个经验啦。个人讲，求得后参考无所见求得后参考无所见咱第二就是做亲，亲不过买。